神龍爺爺，我返嚟啦！我想學多啲有關中醫藥嘅新知識啊！你返嚟啦，我哋開始今日記中醫藥知識小課堂啦。唉，坐咗成個鐘，頸同肩都硬晒。小龍，久坐傷筋㗎，爺爺教你幾招即刻緩解。第一招，按風池穴，頸後兩邊個凹陷位，用指腹按，輕輕按，慢慢游，每次按10秒，放鬆再按，重複3次。哦，呢個位就係風池穴，原來對久坐有作用。頸唔痛啦，再按肩俞穴，肩膀最突出嘅位置，按落去有酸脹感就啱啦。收到，呢個位按落去幾舒服啊！久坐之人肩頸經絡唔通，多按呢2個位就唔會硬邦邦啦。真係噶，咁我要多點按摩先得。按完穴位，再慢慢轉頸，左右各5次，千祈唔好急。知道啦，爺爺，轉完頸好舒服。以後做嘢坐耐咗就起身做下動作。係啊，久坐唔好靜待，每30分鐘活動2分鐘，起身動一動，頸肩唔會攰。中醫養生好簡單，辦公室都可以輕鬆做，大家一齊試下啦。